屏东大平原铁人三项是当地逐年的大比赛，有3个查某囡仔创立旅游的文创团队，用当地上青蚵仔料理甲选手学演。这特别的行销嘛，是让更较侪人注意到在地文化。下暗7点半，大家台青春安内包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寡查某囡仔的海边生活。屏东南边是一个外海的乡镇，伫个落车渔村，最近这几年有旅游文创品牌来遮创业。亲像大小港边的3个查某囡仔，因为外地来到遮，甲传统产业设计包装，加做导览的旅游行程是真受欢迎。虽然过程当中有拄到困难，也佫有3年疫情的挑战，即马总算找到因的特色。团队带游客为食的需求来出发，认捌当地海产，体验在地生活。尾嘛伫个楼顶尾办桌，有满满渔村的人情味。阮想讲，阮甲阮的游程，甲阮的夕阳海鲜馆这个餐桌的活动结合做伙，大家就会使来半工体验遮的内容，透过安尼的方式，互大家来熟悉阮遮的所在。安怎看？阮有拍清气，用蒙的就好啊。少年团队改变养殖业的传统观念，因结合在地青年甲社会人的经验，希望甲地方做伙发展。亲像实施教育的行程。就透过亲身炒鱼酥、钓龙虾、做一夜干，让游客改变食鱼的观念。这嘛，让渔村的地方创新拍开新的发展。青春牡蛎补充体力。当然嘛是定会想讲爱放弃，不过我是感觉有一群人做伙打拼，如果放弃的感觉就可惜的。若是变成是一个团队，4、5个人做伙的时阵，就会让这个力量变得更大。想要做的代志，就会慢慢实现。伫外地创业是真无简单，嘛要面对资金无够的困境。不过大小港边的笑容甲乐观的态度，互乡亲愿意出手来斗相共，组织地方的共识，要互渔港的人文甲物产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这3个查某囡仔因渔港的冒险，当伫台湾南部的港边继续行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